係，有冇時間傾兩句呢？大家好，喺2025年10月29日，香港動畫《世外》正式公開上映。我當然支持本地製作，所以就買咗第一日早場去睇，咁就唔怕睇 social media 時被劇透啊。今日我想同大家傾下《世外》觀後感，留意我喺講套電影嘅瑕疵時會有劇透，未睇嘅就快啲入場睇完，再一齊傾。香港動畫電影《世外 Another World》係由點五製作同 Silver Media Group 聯合出品，導演為吳啟忠，監製兼編劇係楊寶文，技術總監製係鄭家俊。該片改編自日本直木獎得主西條內家2012年嘅小說《千年鬼》，描述死後靈魂喺轉世之前所進入嘅幻想世界世外，講述靈魂引導者小鬼協助亡魂轉世嘅過程，並探索情感與赦免嘅故事。電影喺2025年6月16日喺法國安石國際動畫影展午夜特別場全球首映，成為繼2003年麥兜故事後22年嚟首部登上該盛會嘅港產動畫長片，並被美國奧斯卡獲獎發行商 G-KISS 收購北美發行權，被視為香港動畫嘅新里程碑。故事中，小鬼係靈魂嘅守護者，負責引導亡魂轉世投胎，過程中遇見要揾細佬嘅小妹，牽動出世外與現世中嘅糾葛，揭示前世遺憾與難以忘懷嘅傷痛。故事溫暖又帶奇幻色彩，具獨特嘅世界觀同情感層次，兼具動作與細膩情感描繪，受到業界高度評價。配音陣容方面，世外選用多位知名香港藝人，包括金馬影后鍾雪瑩配音主角靈手小鬼小薯茄嘅蔡曉彤、彤彤配音小妹，仲有張繼聰同埋謝安琪擔任武功高手黑天宇掌管世外嘅天女，柯慧琳同楊雅文太妹亦分別聲演姜珊同古蘭公主。明星配音陣容引發網民熱議同分歧，有人質疑搶走專業配音員工作機會，亦都有人認為呢個係提升港產動畫質素俾更廣泛觀眾接受嘅策略。喺動畫圈入邊，明星擔任配音已經係全球常態。世外最初以14分鐘短片形式喺2019年推出，隨後開始長片嘅製作，喺2025年正式亮相並上映。監製兼編劇楊寶文同美術總監張小達喺訪談中透露，從短片到長片嘅製作過程約花咗5年，而整體製作團隊集合並完成長片大約用咗6年時間。世外製作成本約300萬至500萬美元，製作團隊超過100人，核心團隊主要係香港人，並有菲律賓、台灣同法國成員協助。該片喺動畫技術同埋藝術風格上面均與荷里活同埋日本動畫媲美，被認為係香港動畫製作水平嘅代表作之一。先講重點，世外係絕對值得一睇嘅動畫，就算唔理香港製造呢份感情，單單故事、美術、音效、配音等等都非常出色。首先，整個故事係改編直木獎得獎小說《千年鬼》，世界觀完整，而且故事探討咗人與人嘅仇恨同罪惡感，互相糾纏再經由輪迴而加強。情節編排好有心機，想利用一啲轉折位俾觀眾驚喜。最重要，我中意劇情有鋪排得嚟易明，唔似某啲日本動畫電影，唔知係咪文化差異，節奏奇怪得嚟劇情混亂，想帶出含義但又難明，例如煙花應該和誰看。動畫方面可能未必戰勝日本頂級製作公司，但係視覺效果做得好好，基本流水、烈焰、狂風、爆炸都睇到製作好認真。呢啲特效不嬲都好易睇得出製作單位嘅功力，好似當年 Pixar 喺電腦動畫上面係有好多學術性研究，而佢就用怪獸公司表現到點樣做到無法效果自然，用超人特工隊表現到風火水電點做得咁逼真，戰鬥分鏡同畫面運用都好精美，又有壓迫感，已經可以媲美日本頂級質素。世外嘅風景亦都設計到嗰種奇幻感，又加上血肉橫飛嘅畫面、激烈打鬥嘅鏡頭，令我諗起幽靈公主。配音方面，我個人係好中意聽翻製作原配，即係 Disney 就聽翻英文，日本動畫就聽翻日文，因為有時角色身體語言、表情、手勢、文化習慣、笑話之類，換咗語言係表達唔到出嚟。今次世外嘅配音，我係有啲擔心自己聽唔慣，因為好多年未聽過粵語配音，但聽咗頭10分鐘已經覺得好自然。鍾雪瑩係為最重要嘅角色小鬼配音，
由開頭嗰種漫不經心嘅語氣，到因為小鬼心理變化而令語速同音調嘅改變，係非常細心。謝安琪同張繼聰兩個角色故意做到一個冷靜平穩，一個急躁又係咁講唔停，令角色鮮明之餘仲有新鮮感。彤彤配音嘅角色小妹喺劇情後段有唔少爆發位，情感聲線拿捏得好好，唔做作又自然。老實講，冇乜電影可以毫無瑕疵，以下係一啲我覺得可以改進嘅位，盡量會順住劇情發展嚟講。先講明呢部分一定有劇透。首先，劇情一開始就要小鬼口述一大堆有關世外嘅世界觀。我明白可能真係時間唔夠，慢慢做出嚟，但直接咁一輪嘴講設定係有啲唔舒服之餘，又難令觀眾集中精神。之後就會開始分兩條時間線進行，直至劇情中後段。一條係小鬼小妹喺世外揾細佬，同另一條係小鬼喺現世摘鬼牙。中間會有兩條時間線切換之餘，仲要喺現世玩時光倒流睇真相。其中有一段，姜山同小鬼喺廟對話入邊，仲要插敘護蘭公主故事，再喺入邊回望過去睇真相，會唔會真係有啲混亂？因為千年之約係故事核心，但喺世外揾細佬時間線入邊，唔太令觀眾感受小妹小鬼之間嘅情感。中間只係靠周圍遊歷嘅片段畫面同小鬼口述，令觀眾唔明佢哋點解突然間 friend。個人希望係小鬼小妹相處嘅時候，靠佢哋嘅互動帶出世界觀設定同加深佢哋嘅感情，會比較用口齋講嚟得有效。之後姜山被殺嗰段，九官聽完姜山個攬炒理論就話唔打，突然又等人入糧倉放箭殺晒農民，少少都唔交代個九官點解下決心殺人，冇農民種田件事就咁就唔理。都係有啲奇怪，至少都講兩句，淨係殺帶頭嗰幾位，其他就綁佢妻兒做人質，逼人聽話之類。少少離題，姜山個說辭令我諗起主奴論證。雖然個論證本身係講自由意識發展，當中 show 到嗰種農民同九官主動與被動嘅交換反抗，但無啦啦射殺農民不解釋嗰下，真係令我有啲出戲。因為姜山事件喺現世令人鬼出現，間接搞到世外大亂。天女同黑天講，只要解開小鬼心結，就可能創造奇蹟解決問題。嗰時我真係黑人問號，唔知幾時交代過呢個設定。如果有觀眾知道，請留言告知。最後小梅解開心結係靠最後一世，話因為救過千年後轉世嘅細佬，所以原諒自己。唔知係咪我睇漏？我係唔知小妹幾時救過細佬。我估中間有一刻係細佬跌落去，但伸手救咗，咁會好似明啲。可能嗰時我一直等緊家姐慘死，令小妹變人鬼，所以分咗心睇唔到。我個人睇電影係好注重個劇情同動機，但其實講咗咁耐都係小瑕疵，唔破壞故事完整性，而且唔會影響主角們動機嘅合理性。有一個其實算係非常少嘅不足，但真係令我覺得極之可惜，特別係世外而家上映嘅 timing。小妹因為有份食咗細佬，雖然係不知情下，但對自己有罪惡感，而令鬼牙開花出咗一隻角。古蘭公主因為誤以為父王被背叛而死，加上國家打仗壓力，差啲鬼牙開花。姜山嗰條村因為被九官逼交糧食，會怕捱唔過冬天而希望成為鬼人反抗，雖然最後自覺唔做鬼人。小麥村嘅段兄因為逃離村莊時被狼群追擊，眼見妻兒墮河就變成鬼人。小麥村嘅有村民俾九官欺騙入糧倉後射殺，反而變成鬼人。廟入邊嗰隻鬼人手係以前一個父親唔想女兒成為祭品，變成咗鬼人嘅。小英家姐為保小英同人爭執，被推落重型機械慘死，觸發小英變鬼人。其實睇返所有變鬼人嘅事件，俾人迫害就好大機會變鬼人，變完鬼人又被世外人斬殺，即係受害者一直受現世人欺負，反抗變成鬼人，最後都要死喺世外人手上。相對翻，加害者就喺現世逍遙自在，就算死完咪去世外再投胎，至少唔會變鬼人被斬。簡單令人以為想打破呢個鬼人循環最好嘅方法就係消滅所有加害者就得，咁就冇受害者出現，亦冇鬼人。呢個諗法當然幼稚膚淺，而好明顯個故事亦都唔係咁諗，因為古蘭公主就係曾經成為加害者一員，殺咗唔少無辜嘅人。呢一點就係我覺得最可惜嘅地方。古蘭公主加害人嘅劇情輕輕帶過，而只係用多件染血嘅衫嚟暗示殺人，最暴力嗰下都係邊人。明明佢呢個角色就正正係利用權力去加害無辜者嘅一方，
再加上小妹同姜山，咁就成功將痛恨自己、小妹傷害別人、古蘭公主同受害者姜山，通通集於一個靈魂身上，先可以將人世間嘅結點解難解又解極都有嘅原因帶到出嚟。近代社會已經唔淨係因為理念唔同去互相攻擊，反而有時只不過單單係位置唔同。現實有唔少受害者，當位置唔同就變成加害者，好似上兩輩嘅小朋友，細個被父親毆打，唔少大個後又係暴打個仔。之前做妻子嘅時候被家婆欺負，到佢做家婆時又會話個仔嘅老婆有問題去打壓。明明早排先講要社會公義，當自己陣營用非公義手段嘅時候，又會吶喊助威。明明之前暴力打擊人哋，搶佔對方利益資源，但係當對方反擊嘅時候，就會話對方係恐怖分子。世外故事入邊，只要轉世投胎，位置就會轉換，由受天災難民冇直接仇恨對象，到一國公主被仇恨者，再變成一個農民仇恨者，簡簡單單靠三世就集齊三個位置，加上傑嘅視覺化表現，另一個複雜概念俾觀眾直接睇到，係非常好嘅方法去講出道理。可惜係太想講古蘭，其實都係一個好人，將佢誤會父王被殺一事用咗較多時間去講，反而佢加害無辜者嘅畫面就被簡化。香港可以出到自家製動畫係非常難得，仲要畫面故事有一定嘅保證，只要飲少兩三杯廢水就可以睇到。其實真係唔使猶豫，快啲約你朋友一齊入戲院睇。最後有兩點要睇，前提一提。第一， YouTube 有段6年前嘅世外短片，記得唔好睇住，睇完電影先睇，免得被劇透太多。第二，係有唔少斷頭斷手、血肉橫飛嘅畫面，如果想帶小朋友去睇就要留意，最好可能你先入去睇完驗一驗貨，覺得冇問題就帶小朋友再睇。今日就講住咁多先，喜歡呢段片嘅朋友記得訂閱、讚好、分享同埋留言。我哋係子珊，下次再傾，拜拜。